Hello, I speak English little bit. Sorry. My name is Ghalambek Shahman. Chinese money Hasak. Sorry, 我 Chinese speak OK。我是中国公民，我是中国新疆霍罗木苏，中国新疆峨眉县霍罗木苏出生的。我的现在户口广东河源连平县，我搬过来户口六个月多了。我想出国，每一次严得厉害。我的项目是找中国、哈萨克、俄罗斯中间一路一带好的城市，想做项目创业，想发财抓机会。我在这里跑过来的原因就是我想做外贸做生意，外国的客户带过来中国市场介绍，还有中间做外贸生意做的。我每次客户带过来的时候，他们每次检查严得很。我做飞机业，做火车业，做公交车业，做出租车业，每一个城市，中国的大部分的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深圳，各种各样城市坐飞机、坐高铁，每次检查半个小时。你为什么过来这里？你的目标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私人的权利，我的自由。我为什么给你告诉？他们就是危险我。如果没有老实回答他们什么都干出来。我发生。我以前胡锦涛、江泽民的时候，我在这里放松的过日子的。过来的习近平正式改变了